今年是咱花帕成立25周年的纪念，嘛是咱台湾改组改严20周年的一档，中间差5年。大家知影，前后总共38档的改严，是全世界少数军事独裁威权统治以及上介久的记录之一。经过侪侪民主前辈，为了抗议威权统治的不公不义来牺牲，侪侪善良台湾人民为了追求自由民主，不断的付出加奉献。加上侪侪外国的朋友透过咱海外乡亲加海外组织，为着人权，为着公义，为着咱台湾。来斗战声，互咱最大的力量加鼓舞，特别是咱花帕成立5年的带领加奋斗。伫20年前，也就是1987年的7月15日，咱得到最后的胜利。改严改组啊，加伫咱身躯顶、心灵上的束缚也已经去掉啊。从此，咱得到了讨棒，台湾嘛得到了自由。改组改严20年，这是一件到目前悠远佮使人非常感动的大代志。咱一定要伫今年好好啊来庆祝。咱要来庆祝台湾人民得到重生的日子，因为咱大家嘛非常的清楚，改严的改组，咱台湾的民主改革，才有法度成做可能。改严改组，咱长期所追求的开放党禁报禁，国会全面改选、省市长民选、总统大选。包括政党轮替等民主巩固加深化的理想，才会当来实现。改严改组，政党轮替，咱才有法度来完成公投立法、和平公投、公投入宪，以及废统上统的成功。今年2007年，2860年。花帕25档，改严20年，咱非常清楚台湾的民主之路，台湾的主体意识路线，咱必须要坚持，咱嘛爱必须勇敢行落去。伫花帕25岁的生日。我要来提出是要亦没有，是袂是无的诉求加主张。第一，台湾爱独立。台湾要独立。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伫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国家，追求台湾独立是咱台湾人民共同的理想，嘛是长久以来的目标。追求台湾独立，唔是危险的刻薄，追求台湾独立是上界崇高的职业。第二，台湾买正名，台湾是咱母亲的名，台湾是咱上界水的名，台湾是咱上界有力的名。台湾嘛是咱要来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界好的名。
第三，台湾要新宪，台湾要成做一个正常完整的国家，咱需要一部下时下书下用的台湾新宪法，唔通惊，唔通惊，台湾的3/4的户顶相悬，唔通惊，唔通惊，国民票议员之一未过，困，这个嘴烂怪来怪去，无路用，未解决代志。只要咱大家会当同心合作，目标一致，有一天咱一定会成功。第四，台湾爱发展，台湾的存在是全民、大众、亚太民主社群大家共同的利益。只有实施民主才有发展，只有经济繁荣才有发展，只有照顾弱势才有发展，只有台海和平才有发展。第五，台湾没有左右的问题，台湾没有左右的问题。台湾这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咱台湾只有国家严重分歧的问题，只有冲突的问题，只有是要前进，或者是要来退后的问题，绝对没有左右路线的问题。坚持就是社会公平正义，关怀弱势，照顾基层，消弭善假，创造就业机会，这是咱台湾政府永远不变的责任。我要再说一遍，不要一没有，台湾要独立。台湾要证明，台湾要新建，台湾要发展，台湾没有所谓左右的问题，只有冲突的问题。最后，祝咱花帕25岁生日快乐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元宵节平安顺遂，多谢努力，谢谢。